跟我说的，我们说好要一起变老，难道希望自己永远年轻？我们说好要一起变老，难道希望自己永远年轻？你到底从谁对你人生到底对干嘛吧？我其实每天有在想，可有没有一个我赛过你的刀，射过来的时候，时间就这样浪漫的暂停了。实现了超载人。他干杯了一杯威士忌，他是这样跟我说的。